喺商業顧問呢行做咗咁耐，我真係遇過唔少企業界嘅高手㗎。佢哋最犀利嘅地方就係能夠將一啲深奧到爆嘅商業理論，可以用啲貼地嘅比喻嚟解釋得清清楚楚。聽完你會即刻拍台叫絕。講起青島啤酒嘅前董事長金志國，佢真係一個打比喻嘅神級人物嚟㗎。記得有次我帶住班參加問道中國嘅企業家去青島啤酒度做調查研究嗰陣，金老師就即場做咗個分享。嗰班同學個個聽完之後連眼都突埋，仲有人講話直頭震撼，到成個人都醒晒咯。例如有同學問佢要點樣請人同點用人才啊？呢啲問題如果喺商學院度教，分分鐘要開成個管理課程嚟講先得，因為複雜到要拆骨㗎。但係金老師當時係點答？佢話如果你要做個木商，就要揾樟木；想打副棺材，就要揾金絲楠木；如果只係整下啲門窗，揾松木就得㗎啦。班同學聽完即刻哇哇聲。明明商學院啲教授成日講嗰啲用人所長、因材施教，聽完真係悶到瞓着咯。但金老師反而就識得用木頭嚟做比喻，即刻令人覺得精準到爆。點解？因為木箱同門窗就代表住唔同職位嘅要求，一旦用錯材料就出事㗎啦。例如用松木做箱肯定會唔襟用，但用黃花梨木做火柴就肯定嘥料。調翻轉用人都係一樣，員工係松木就俾佢做門窗，係樟木就俾佢做箱，係黃花梨就一定要將佢打造成為名貴家私㗎。再講下公司嘅發展階段啦，金老師今次就用植物嚟做比喻。佢話初創公司就好似草本植物咁，生命力係勁強㗎，曬下太陽就會生到成地都係。咁呢個時候全公司靠咩？梗係靠創始人啦，其他員工都只係助手嚟啫。過咗創業期，公司就會變成灌木，佢生得高過啲草，但又未成大器。呢個時候仲靠創始人單打獨鬥，梗係唔得啦。要開始靠團隊合作㗎啦，再發展落去就會變成喬木，即係參天大樹咁嘅款。去到呢個階段，公司就要靠系統嚟運作㗎啦。創始人同團隊已經唔再係唯一嘅支柱嚟。之後有個比喻仲勁，金老師用一棵樹嚟講解成個企業治理嘅概念。樹根就係代表系統結構，樹幹就係戰略，而樹冠係指市場，果實就係產品，樹葉就係品牌。點解嘅？因為樹根負責吸收營養，即係公司營運嘅基礎嚟；樹幹就要輸送養分，即係用戰略嚟指引發展嘅方向；樹冠就係覆蓋範圍，佢用嚟代表市場嘅規模；而果實就係對用戶最有價值嘅嘢，就即係產品。樹葉就好似品牌咁，隨風飄散就等於係品牌嘅傳播。聽完呢個比喻之後，嗰班企業家即刻明晒乜嘢係系統結構同埋戰略呢啲抽象嘅概念啦。就好似小米嘅聯合創始人劉德咁，佢都係一個好識得用比喻嘅高手嚟㗎。講到小米智能家居，用一個 app 就可以控制晒全屋所有嘅設備，劉德就用遙控器電商呢5隻字嚟形容呢個概念。個 app 唔單止可以控制啲電器，仲可以賣埋濾芯、插頭呢啲耗材，甚至將來嘅智能雪櫃，仲可以幫你訂購埋雞蛋同牛奶。原本要寫成200幾字嚟解釋嘅嘢，佢用5個字就搞掂啦，係咪生動過睇戲呢？講到小米點解要賣毛巾、床墊呢啲日用品，劉德就話佢係烤紅薯嘅生意嚟。小米有成幾億個活躍嘅用戶，與其白白浪費啲流量，倒不如用啲餘熱嚟烤下紅薯啦，即係賣日用品咯。仲有嗰啲生活耗材嘅比喻就仲加絕，佢將毛巾、襪呢啲標準化嘅產品比喻係 printer 嘅墨水盒嚟，話中國人每年用得嗰1-2條毛巾，比起美國人，佢哋每年用成12條㗎，個市場潛力真係大到嚇死人。仲有豐瑞資本，李峰講直播帶貨都有一手㗎，話直播帶貨就係有聲有色嘅聚花算嚟，簡單嘅一句就道破咗直播帶貨嘅本質，其實就係促銷活動，只不過加咗聲話效果咁解啫。聽到呢個比喻真係要寫個服字咯。其實用比喻嘅能力就係睇穿事物本質嘅能力嚟。要打個好嘅比喻，基本上就要行呢3步。第一，要睇通複雜陌生事物嘅本質；第二，揾到大家熟悉嘅事物嚟做配對；第三，用熟悉嘅嘢嚟解釋陌生嘅嘢。就好似金志國咁，正因為對企業管理嘅本質已經睇通睇透，先可以將嗰啲系統結構、
戰略等等嘅抽象概念，用木頭同植物呢啲貼地比喻嚟講到咁生鬼。記住啦，解決問題嘅方法有千百種，但最勁嗰招就係直擊佢嘅本質。想學識做比喻，就要練到對事物嘅陌生面同埋熟悉面都睇得穿，咁先可以用4兩嚟撥千斤，用貼切嘅比喻嚟令人茅塞頓開噶。總括嚟講，打比喻嘅高手其實就係將啲複雜嘅嘢煎皮拆骨。佢哋最犀利嘅地方，唔係要識得幾多專業術語，而係能夠將啲深奧嘅概念轉化成連街市阿姨都聽得明嘅例子。好似金志國用植物嚟比喻企業發展，劉德就用烤紅薯嚟形容日用品嘅生意，仲有李峰話直播帶貨就係有聲有色嘅聚化算。佢哋個個都係將啲商業嘅智慧融入到市井生活嘅神級示範嚟噶。所以話真正嘅高手唔係識得講火星文，而係識得用生活化嘅語言嚟講出華爾街嘅智慧啊！